黃黑格仔衫祖麗星，後邊啊仲有3匹馬嘅入閘，戰美新星啦，星彩女兒同埋最佳一刻。最佳一刻啊，等埋佢嘅啫！全球最高獎金短途賽事珠穆朗瑪峰錦標，隨時開閘，齊齊為嘉應高升打氣，排住7檔，隨時起步，預備。一起步嘅時候比較快啲嘅登天橋啊，嘉應高升都咬住佢第2位㗎。入邊馬位嘅方面咧，第1、第3位到啦，見到紅衫紅帽就滿字啊，咁啊守住內欄呢，而家都上翻嚟㗎啦。中間第4位係星彩女兒啦，內欄方面藍色衫就動心。後一格嘅馬位啦，咁啊星彩女兒暫時一個2碟位置到啦，走住個外碟方面呢，咁啊見到就係嗰隻尖尾新星啦，咁啊拍住後邊呢，黃黑格仔色衫咧，仲有隻祖麗星㗎。喺後邊內欄方面啊，仲有隻天使之金啦，咁啊祖德寶啦，灰馬位置係白藝星，暫時墊後嗰匹係最佳一刻嚟㗎。彎位轉到一半嘅階段，前邊帶緊頭咧就結果滿至登天橋呢2匹㗎。嘉應高升暫時喺個第3位，尖尾新星外邊第4，後一格祖麗星啦，入邊位置動心星彩女兒啊。好啦，入到嚟最後直路階段啦，前邊暫時突圍而出就登天橋嚟嘅。嘉應高升開始要俾落去，出邊位置係尖尾新星，大愛當仲係白藝星啊。最出邊仲有隻最佳一刻，最後100米，嘉應高升暫時透出嚟，入邊登天橋，再出邊就係祖麗星，接近終點100米，嘉應高升贏出珠峰錦標，跑第2名係動心，第3名好近啦！哇，恭喜晒嘉應高升贏出全球最高獎金嘅珠穆朗瑪峰錦標！係我呢個香港馬王嘉應高升，狀態真係及時到位，攀登珠峰成功登頂，潘頓。後邊啲馬追唔到上嚟啦！今日條跑道咧，跑幾場賽事都係跟前着數。嘉應 Rising， 嘉應高升入到嚟直路咧，登天橋都唔散㗎。但係潘頓立幾邊，推多2步，嘉應高升贏出今屆嘅珠穆朗瑪峰錦標。好，恭喜晒嘉應高升啊！為香港寫下歷史啊！喺呢個珠穆朗瑪峰錦標上邊贏得好輕鬆，好輕鬆啊！動心就似乎第2啦，動心啦，冇錯啦。尖尾新星就應該第3啊！尖尾新星有啲唔好彩 ，good start 啊，反而係啊！佢反而竟然可以拍住隻嘉應高升，因為你冇入咗彎咧，係啊翻嚟就衝得唔勁啦。